睇咗新嘅 Final Destination 呢條橋真係正，女仔預言到每個人點死，然後一生都避免嗰樣嘢發生，但最後冚家都死晒。The end。好少睇荷里活戲會咁真實，因為其實我哋最後都係冚家都死晒，盡管你信唔信預言都好。日本漫畫家龍樹亮嘅《我所看見的未來》引起恐慌，因為話7月日本啊、台灣將會發生大災難。佢之前嘅15個預言有10個已經成真。預言呢2個字喺我嘅影片都時常出現啦，但預言信唔信得過定係 bullshit？由2000年世界末日開始到2012年世界末日到2020年，預言真係好 marketable 嘅2個字嚟㗎。但有幾多成真，幾多成作大？暗網仔出街嘅觀眾，大家好，今日就探討預言災難好爛。用我做例子，好似我1年前拍過一條片話，全世界即將出現一個全球大 blackout， 會冇電冇得上網，幾個月嘅時間喺嗰個新馬，最後你哋都知道係冇發生過。哇，又喺度亂噏啊，冇料到，係咪就係我係咁？呢個 term 叫 fear mongering， 利用人哋恐懼作為話題，每年都出現啲10大預言 list。我哋 YouTuber 又會用呢個題材拍片，但最後幾多真係發生？大多似乎攞個抽象嘅意思，然後夾硬塞落嗰個現實度。紅色對手就話係中國啊，講小麥又被講到全球經濟衰退，係叫 postdiction 個意思係一個回望偏頗，尤其是對於呢啲嘅大事嚟證實嗰啲預言嘅有效性。咁我係咪話7月馬上飛去日本，完全唔使驚嗰個預言全部係 bullshit 啊？睇定啲先，睇定啲先。睇下我所看見的未來完全唔抽象，係好直接。災難範圍從北邊嘅日本往西延伸到台灣，將台灣、菲律賓和香港連接在一起。所以唔係，我唔係叫你唔信啊！日本1/3嘅領土被淹沒。亦唔係叫你否定呢位日本作家，但你唔覺得而家新聞上咩都係一個災難，而嗰樣嘢係真係會影響人哋做決定嘅？因為我拍片我知道幾多係可以吹到咁大，吹出嚟。落單嗰幾年之後，大家好似係慣咗有呢啲大型不幸事件啊，叫2020 effect 2020效應，到影響人深處。我睇嘅顏色都冇以前咁繽紛。食嘅食物都冇以前咁好食，呢5年時間過得特別快，好似係病毒令到全人類進入另一個時間線，而嗰個時間線可能預言就係唔會中呢。只係話有得揀，我7月會唔會飛去日本？我唔會啊。但如果7月有個工作機會，有一個可以幫助到我人生嘅嘢，淨係喺日本或者淨係喺台灣有，我會唔會去攞？我亦都絕對會。如果因為個預言你唔去攞，我覺得係好戇居。咁你問，喂，咁你唔驚死咩？我就想同大家講，我哋嘅人生最大嘅預言就係預言我哋會死，因為呢一樣嘢係絕對噶嘛，冇人係逃避得過噶嘛。咁點解我哋唔係好驚慌咁樣活我哋每一天呢？因為每一日活着都係喺嗰個死亡預言之間嘅嗰段時間喺度掙扎同埋生存嘅啫嘛。哇，好得好得，我唔想真係去到咁得，但用呢一個諗法去界定呢一切，係咪將所有你嘅恐懼拋出去？其實呢一個先至係重點。我知日本大使館發嘅重要通知唔係話好恐懼，只係叫人小心準備，但我知一定有人會係過分。呢條片係為佢哋而拍，即係嗰啲會喺地牢擺糧倉嗰種人。我講呢樣嘢太奇怪啦，咁我拍咁多嗰啲片，當時我係相信我所講嘅嘢，但2020到2025氾濫嘅所謂末日預言，令末日變成每日，令隔離變成道理，變成天理，令我想發表2020年後個天真係好似冇咁藍，而諗住災難會發生係最蠢嘅一件事。佢真係發生，你覺得你造成；佢唔發生，你又話影響你好心情。我唔記得我幾歲嘅時候知道我哋人生係有一個限度，應該係好細個嘅時候，但我知道嗰個感覺喺我嘅心入邊之後，創造咗一個一個時鐘，就好似日本嘅人民而家嘅嗰個滴滴滴，但你唔會見到啲人喺度好恐慌、發晒麻或者唔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啲 salaryman 照係返18個鐘。你想象下，如果世界末日你喺度拍緊 AV， 甚至我信而家70歲嘅龍樹亮 predict 呢樣嘢嘅嗰個人，佢而家都仲喺日本度住。你已經預言自己終有一日會死，而你每一日
其實都有機會會死。反而海嘯、地震，好多人係生存到添，亦唔係喺度輕視天災對人造成嘅嗰種不能彌補嘅毀滅。突然之間，你個屋企、你嘅根已經唔存在。你遊嚟浪蕩坐喺條街度，嗰種心入邊嘅虛打擊係唔係被我喺度咁樣輕視？亦如果7月真係發生嘅話，會對台灣同埋日本感到悲哀。但你知唔知道最近新聞又話病毒可能再次爆發，全世界要去另一個 lockdown 嗰度。之前2020效應2025夏天啲人話係第一次見到真正嘅顏色，世界好似恢復翻。若果而家嘅新病毒係真嘅話，呢啲少少嘅好都會被抹殺，因為 momentum 理論。當一樣嘢越嚟越好嘅時候，有更加好嘅嘢達到係會更加容易，一個雪球咁越滾越大。但當一啲唔好嘅嘢發生嘅時候，同樣道理。預言啊，呢啲嘅新聞係好容易令人去一個壞嘅 momentum。若果你係喺日本住嗰啲隱青嘅話，你已經係唔敢面對社會，仲話你嗰個世界會末日。而集體意識理論就係全部人都諗同一樣嘢嘅時候，其實係催促嗰樣嘢發生。咁可以點做？暗網仔嚟救你。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信華表示，呢一種嘅地震若果要引起大海嘯，距離陸地太遠，好難造成所謂預言中嘅毀滅式海嘯。鑽研地震嘅作家潘昌志分析，日本同菲律賓中間嘅海域造成海底地裂大幅撕裂，一定有啲前兆嘅、先兆嘅，好似火山爆發，唔會突然之間1個月後就會發生。係咪咁樣你會舒服啲呢？咩角度都好啦，we 混嘢啊，或者科學官方嘢，或者你就係聽我喺度廢噏。其實最緊要就係明白，若果真係發生，你擔心都唔會改變到天災；若果唔發生咧，你嘅擔憂可能令到佢發生，或者佢真係永遠都唔會發生，你自己都係浪費自己時間。呢啲就係我對所謂預言嘅睇法。點解 Simpsons 咁多預言又翻去陰謀論？一啲啲嘅時間，因為啲人話嗰啲嘢係做出嚟嘅。若果背後人哋做出嚟，將你冇嚟冇去，你係咪覺得自己好蠢呢？不變應萬變啊！嗰個係咪咁樣講啊？唔好跟人哋嗰個劇本想你點樣去俾反應而反應。完結呢條影片之前呢，有一點覺得好有趣，好多預言家係發夢嘅時候會見到嗰個畫面，就好似我哋 déjà vu 呢樣嘢，即係你有冇覺得嗰個地方似曾相識？因為喺所有嘅時間線度，啲人話你已經經歷過，而你夢中嘅時候只係見到，所以預言係一個超大版嘅 déjà vu。咁啊，多謝今日睇呢條片，可能有少少 dark，下次再見。